如果你喺香港半夜3更肚餓，行出街，總有一間喺左近24小時營業嘅金色拱門，隨時為你打開，加個大薯條，食個巨無霸，好似係理所當然嘅日常。但你又有冇諗過，呢個全球最大嘅快餐帝國喺呢個地球上面，竟然有成百個國家同地區係唔到佢嘅蹤跡。當中有啲地方係因為政府由頭到尾都唔批，甚至立法禁止佢開鋪；有啲地方係經歷過戰火同政治動盪，搞到憤怒嘅民眾衝去燒鋪；更有啲地方本來開得好好地，但一場金融海嘯將成個國家嘅經濟衝崩，最後搞到麥當勞頂唔順，要無奈含淚撤出。今時今日，巨無霸並非必然喺世界嘅某啲角落，想食一啖老麥嘅薯條，難度可能高過你中6合彩。今日就同大家一齊行入呢個快餐界嘅麥記禁區，盤點全球10個無麥當勞嘅國家，睇下呢啲地方背後到底隱藏咗啲乜嘢鮮為人知嘅歷史、政治同文化故事。第一個禁區，伊朗。講到對抗西方文化最強硬嘅國家，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中東嘅伊朗。冇錯，喺今日嘅伊朗境內，你係絕對拒唔不到任何一間正版麥當勞。但其實歷史上老麥曾經喺呢度風光過。故事要追溯返去上個世紀1970幾年嘅時候，當時嘅伊朗仲係巴列維王朝統治緊，成個國家作風非常西化，同美國嘅關係直情好到好似着埋同一條褲咁。既然關係咁好，美式資本主義嘅象徵麥當勞自然就順理成章進軍伊朗德黑蘭。當時啲後生仔好似依家嘅香港人一樣，放假就去買漢堡包、飲可樂，覺得呢樣嘢好潮，好有生活品味。點知到了1979年，伊朗爆發咗震驚世界嘅伊斯蘭革命，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回國掌權，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起政教合一嘅伊斯蘭共和國。喺新政府眼中，美式快餐店、荷里活電影、流行音樂，全部都係西方精神污染，係大撒旦美國用嚟腐蝕伊朗人民思想嘅工具。革命爆發嘅時候，憤怒嘅群眾衝上街頭，將美式標誌當成發洩對象。當時開咗冇幾耐嘅麥當勞分店，直接被暴徒放火焚燒，成間鋪燒到變咗廢墟。自此之後，兩國斷交，麥當勞就被永遠列入黑名單，徹底絕跡於伊朗。但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就係伊朗人雖然政治上反美，但佢哋嘅胃口其實好誠實，大家都係好中意食漢堡包同炸雞。既然正版唔入得嚟，當地嘅生意人就諗到一個奇招山寨。喺德黑蘭嘅街頭出現了一間叫 McDonald's 嘅快餐店。你行過去一睇，佢個招牌用咗一模一樣嘅黃色大 M 字，字體、配色同正版有99%相似。不單止個名似，佢哋連餐牌都抄到足，有賣類似巨無霸嘅雙層牛堡，連裝薯條個紙盒都係紅色。當有外國記者去採訪呢間山寨鋪嘅老細，問佢驚唔驚被美國麥當勞告侵權，個老細笑笑口話：驚乜嘢？我哋國家同美國都無外交關係，佢哋嘅法律喺呢度根本管唔到。再講，如果麥當勞敢返嚟伊朗，我哋實會再次將佢燒咗。所以我呢間鋪其實係滿足緊伊朗人對快餐嘅慾望，同時又符合國家主權。今時今日去伊朗旅行嘅遊客最中意做嘅嘢，就係走去呢間 McDonald's 打卡，食一個由伊斯蘭風情包裝嘅美式山寨漢堡。呢個真係地緣政治下一個非常黑色幽默嘅奇觀。第二個禁區，冰島。如果話伊朗無老麥係因為政治同宗教，咁歐洲富裕國家冰島嘅故事就絕對係一場純粹嘅經濟悲劇。冰島位於北大西洋，人口雖然得30幾萬，但一直以來都係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名列前茅嘅發達國家。1993年嘅時候，麥當勞正式進軍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當時第一間分店開幕，連時任冰島總理都親自賞面，行入鋪頭買咗全冰島第一個巨無霸，足見當時成個國家對呢個國際大品牌寄予厚望。之後嘅10幾年，老麥喺冰島發展得非常好，陸續開咗3間分店，每日都大排長龍。但係麥當勞有一個非常嚴格嘅全球供應鏈政策，為咗維持食品質素嘅一致性，
所有分店嘅食材，包括牛肉、生菜、芝士，甚至連包裝紙袋，都必須由總部指定嘅供應商進口。對冰島來講，呢個規定就埋下咗致命嘅炸彈，因為冰島係個島國，天氣寒冷，農業唔發達，大部分食材都要由歐洲大陸經海路或者空路運入嚟。1993年到2007年間，冰島克朗匯率高企，進口食材雖然貴，但當地人收入高，所以大家都頂得順。當時一個巨無霸餐雖然貴過歐洲其他地方，但冰島人視之為日常消費。點知到咗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海嘯。呢場海嘯對其他國家來講可能只係經濟衰退，但對冰島來講係成個國家嘅銀行體系直接破產。冰島克朗喺短時間之內大幅貶值，貶值幅度接近一半，匯率一跌，問題就大。麥當勞總部依然堅持所有物資必須從德國進口，並且要用歐元結算。冰島分店嘅班老闆計一計數，發現如果繼續營運，光是進口1公斤牛肉嘅成本就足足升咗1倍。如果要保持利潤，一個普通巨無霸嘅售價必須要加到去港幣接近50幾、60蚊。2009年嘅時候，呢個價格喺當年來講直情係天價，甚至成為全球最貴嘅巨無霸。面對咁瘋狂嘅成本，冰島嘅特許經營商終於頂唔順。2009年10月，佢哋正式宣布，因為營運成本太高，加上高昂嘅進口關稅，麥當勞決定全面關閉冰島境內所有分店，徹底撤出冰島市場。喺關門大吉嘅前一日，全冰島嘅市民都瘋狂了，大家意識到以後再無得食老麥，成千上萬嘅人湧入最後3間分店排隊，出現了歷史性嘅巨無霸死別大合唱。據統計，最後嗰一日，3間分店總共賣出咗超過1萬個漢堡包，啲員工做到隻手斷咁滯，連定製嘅醬汁都全部用晒。有一個叫司馬拉森嘅冰島生意人喺最後一日買咗個漢堡包同薯條，佢冇將佢食落肚，反而用個玻璃盒將呢個餐保存起來。有趣嘅係，10幾年過去了，呢個漢堡包同薯條竟然無發霉，亦無腐爛，只係乾癟咗少少。今時今日，呢個歷史文物被放在冰島嘅一間青年旅社裏面展示，甚至仲設有24小時直播鏡頭，等全世界嘅網民一齊見證呢個最後的冰島麥當勞可以擺幾耐。自2009年撤出之後，冰島政府同當地人發現無阻麥當勞，反而令本地嘅餐飲業大放異彩。冰島人本來就對自己本地嘅優質食材，好似冰島純正牛肉、新鮮海產非常自豪。依家佢哋發展出好多本土嘅精品漢堡店，主打健康、環保同可持續發展。麥當勞曾經幾次傳出想重返冰島，但冰島政府同民眾都冷淡對待，明確表明我哋冰島唔需要美式快餐嚟定義我哋嘅生活。第3個禁區，百慕達。如果去大西洋嘅度假勝地百慕達旅遊，你會發現呢度藍天白雲，沙灘極度優美。但如果你行遍成個島，想向一間麥當勞嚟填飽個肚，你會發現完全係徒勞無功，因為百慕達係世界上極少數直接立法明文禁止海外快餐連鎖店進駐嘅國家。百慕達作為英國嘅海外領地，經濟其實非常發達，主要靠金融業同高端旅遊業。早喺上個世紀1970幾年嘅時候，百慕達政府就睇到全球化嘅趨勢，眼見麥當勞、漢堡王呢啲大巨頭喺世界各地開到遍地開花，當時百慕達嘅老百姓同政客就開始擔心一件事：如果任由呢啲美式大企業進嚟，百慕達獨特嘅英倫小島風情會唔會一夜之間被那些一式一樣嘅霓虹燈招牌破壞晒？為咗保護本地嘅營商環境同埋維持高檔旅遊業嘅形象，百慕達喺1977年通過咗一條叫限制做餐館法案嘅法例。呢條法例寫得好死，任何海外連鎖餐飲品牌，只要佢喺外地擁有超過一定數量嘅分店，就一律不准喺百慕達開鋪。不過俗語話，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麥當勞作為商業巨頭，最叻就係法律漏洞。到咗1985年，麥當勞發現咗一個法律管唔到嘅灰色地帶美國海軍基地，
當時美國喺百慕達租用咗一個軍事基地，根據國際法同租約，呢個基地內部嘅範圍係屬於美國軍方管轄，百慕達本地嘅法律係無權干涉嘅。麥當勞於是賣美國軍方合作，直接喺軍革基地內部開咗一間分店。本來呢間鋪開嚟只係打算服務美國駐軍同佢哋嘅家屬，但後來因為防守冇咁嚴，基地逐步開放俾百慕達本地居民入去幫襯。當時百慕達人從未食過老麥，一試之下驚為天人。1991年9月嘅某個開放日，據當地報紙統計，一日之內竟然有超過島上10%嘅人口專登坐車走入軍事基地排隊買漢堡包。呢種瘋狂嘅美式快餐文化入侵，令到百慕達本地嘅傳統餐廳老闆同民保人士大為緊張。佢哋覺得呢個漏洞如果不塞返佢，百慕達遲早失守。轉機到了1995年，因為冷戰結束，美國軍方決定縮減開支，正式關閉咗位於百慕達嘅海軍基地。基地一關，駐軍撤走，嗰間開喺基地入面嘅麥當勞失去了保護傘，必須面對百慕達本地法律。百慕達政府毫不手軟，拒絕發出豁免令。結果到了1995年，呢間全島唯一嘅老麥被迫結業。到了1999年，曾經有本地財團試圖挑戰法律，想再次引入麥當勞，結果引發了全島大規模嘅抗議示威，居民手持標語上街，大喊麥當勞會廉價化我們的小島。最終，百慕達議會頂住壓力，修訂了更嚴格嘅法例，徹底封死了外資快餐嘅大門。直到今日，成個百慕達只有一間喺1977年立法前就已經開咗嘅肯德基、KFC 得以保留，成為歷史遺物。至於麥當勞，對百慕達人來講，無金色拱門先至係佢哋高貴獨立嘅象徵。第四個禁區，北韓。講到世界上最神秘、最封閉嘅國家，一定係北韓。喺平壤，你自然唔會見到象徵資本主義終極化身嘅麥當勞。但有趣嘅係，呢個國家同漢堡包之間嘅恩怨情仇，精彩程度絕對不亞於一出政治劇。雖然北韓官方在宣傳上面一直批判美式帝國主義，將美國視為頭號敵人，但根據外國媒體同脫北者嘅透露，北韓嘅最高領導層其實非常中意美式快餐。已故嘅北韓第二代領導人金正日，據聞私底下係個不折不扣嘅美食家。佢對麥當勞嘅巨無霸情有獨鍾，但由於國際制裁加上政治立場，北韓不可能公開引進麥當勞。於是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期，平壤高層竟然想出了一個極其誇張嘅方法。佢哋利用國家航空公司高麗航空派專機專程飛去中國、北京或者澳門嘅麥當勞，大批量購買新鮮出爐嘅巨無霸漢堡同薯條，然後立刻用保溫袋裝好，直接用飛機空運返平壤，當作特供物資送入平壤嘅平壤幹部甚至領導人嘅餐桌，用飛機去送外賣漢堡包。呢種奢華嘅程度真係一般人想象唔到。到了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上台，因為佢後生嘅時候曾經喺瑞士留學，受過西方文化熏陶，據講佢對美式漢堡同樣無抗拒。在2018年美朝首腦峰會舉行之前，甚至有美國情報官員透露，北韓為了向美國釋出善意，曾考慮過允許一間美國漢堡連鎖店喺平壤開設分店。不過後來隨住雙方談判破裂，呢個計劃最終都係無下文。雖然正版入唔到嚟，但平壤為了解決後生仔同有錢階層對快餐嘅需求，喺2009年嘅時候，由一間新加坡公司投資喺平壤開辦了第一間本土快餐店，名為三太星高級快餐店。呢間鋪頭嘅裝修風格直情就係照抄麥當勞。佢哋唔可以公開叫漢堡包做 hamburger， 因為呢個詞太有美國色彩，所以餐牌上面改稱為麵包夾碎牛肉餅。雖然換湯不換藥，但生意非常好。一個漢堡包嘅售價折合要幾美金，對於普通北韓工人來講係幾個月嘅人工，但對於平壤嘅特權階層同涉外商人來講，呢度係最時尚嘅約會勝地。外國遊客去平壤，如果專登去三太星開眼界，會發現佢哋嘅服務員全部着住整齊嘅制服，
雖然出餐速度比正版麥當勞慢好多，牛肉餅亦炸得比較乾，但對於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嘅北韓來講，呢個已經係佢哋能夠接觸到最接近西方現代生活嘅一面鏡子。第5個禁區，玻利維亞。喺拉丁美洲有一個國家創造了歷史，佢係全球第一個純粹因為生意太差被當地人拋棄而迫使麥當勞全線執笠鎩羽而歸嘅國家。呢個國家就係南美洲嘅玻利維亞。1997年，全球化浪潮正處於最高峰，麥當勞意氣風發地進軍玻利維亞，喺首都拉巴斯同第一大城市聖克魯斯一口氣開咗8間分店。當時麥當勞嘅高層信心滿滿，認為憑借跨國大企業嘅現代化管理、乾淨衛生嘅環境，絕對可以輕易征服呢個南美發展中國家。剛開幕嘅時候，確實吸引咗一班當地嘅中產階層去排隊貪新鮮去打卡，但好景不常，過了短短幾年，呢8間分店嘅營業額開始直線下滑，最後幾年直情係開一日虧一日。到了2002年，麥當勞總部眼見無回天之力，唯有面目無光地宣布全面關閉玻利維亞境內所有門店，正式撤資。到底點解會咁？難道玻利維亞人唔中意食漢堡包？答案啱啱相反，玻利維亞人極度中意食漢堡同肉餅，但佢哋不能接受麥當勞嘅漢堡。這背後涉及2個深層次嘅原因：經濟同文化。首先係價格問題。上世紀90年代末，玻利維亞係南美洲最貧窮嘅國家之一。麥當勞一個最普通嘅套餐，售價折合大約要3至4美金。但喺玻利維亞嘅街頭巷尾，到處都有當地婦女擺賣嘅傳統小食，好似 empanada 或者本地風味嘅烤肉漢堡。呢啲街頭美食份量又大，肉汁又多，而且充斥着濃郁嘅本地香料味。最重要係乜嘢？售價只需要1美金不到。對於一個普通工人來講，1美金就可以食到飽一飽，傻頂先會花幾倍嘅價錢去買一個乾巴巴食唔飽嘅美式漢堡。第二，亦係最核心嘅原因，係玻利維亞人對食物嘅獨特觀念。玻利維亞人大部分都有原住民血統，佢哋嘅飲食文化強調慢同愛。喺佢哋嘅傳統觀念裏面，一餐飯唔單止係填飽個肚，更加係人與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連結嘅紐帶。每一道菜都應該由廚師用心花時間去烹調，咁樣食物先會有靈魂。而麥當勞主打嘅係乜嘢？Fast food，標準化，流水線作業，一條輸送帶，1分鐘出幾10個包，客人在幾分鐘之內食完就走。這種徹底商品化、冷冰冰嘅飲食方式，深深觸怒了玻利維亞人嘅文化自尊。當時甚至連玻利維亞嘅總統埃沃莫拉萊斯都公開在聯合國大會上點名批評麥當勞。莫拉萊斯表示，麥當勞唔係為了人類嘅健康而做生意，佢哋只係為咗跨國公司嘅利潤。佢哋試圖控制全球嘅飲食，剝奪我們幾千年來嘅傳統飲食文化。當一個國家嘅老百姓由心底裏拒絕一種外來文化，任憑你跨國大企業再有錢，廣告打得再響，都無用。玻利維亞人用自己嘅銀包投了反對票，成功將快餐帝國逐出國境，成為全球餐飲史上面的一段佳話。第6個禁區，也門。睇完南美洲，我們轉向中東，一個飽受戰火摧殘嘅國家也門。也門之所以無麥當勞，原因非常直接而且沉重，那就是極端惡劣嘅安全環境同政治動盪。也門位於阿拉伯半島嘅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扼守着紅海嘅咽喉。但長久以來，呢個國家內部宗派衝突不斷，南北分裂，近年更加爆發了曠日持久嘅內戰，成個國家陷入了嚴重嘅人道主義危機，經濟全面崩潰，基礎設施破壞殆盡。喺這種連乾淨飲用水同基本電力都無法保證嘅地方，跨國商業巨頭自然不可能進駐。麥當勞要開設一間分店，背後需要一套極其精密的現代化供應鏈支持，冷鏈物流車，24小時不斷電嘅冷凍庫，嚴格嘅食品安全檢測。而喺也門，大城市隨時都會遭到空襲或者炮擊，連一條安全嘅運輸公路都逃唔到，商業營運根本就無可能展開。
除了現實嘅經濟同硬件限制，政治與安全威脅先至係最大嘅阻礙。也門境內長期有基地組織等極端恐怖組織活躍，近年亦有胡塞武裝組織控制大片土地。呢啲極端組織在意識形態上極度仇視美國。早喺10幾年之前，當有傳聞話有沙特阿拉伯嘅財團有意將麥當勞特許經營權引入也門嘅時候，當地的極端分子就隨即在網絡上發表公開聲明，聲明入面寫得非常直白：麥當勞係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伊斯蘭世界嘅經濟符號。如果任何商人膽敢喺也門嘅土地上懸掛金色拱門招牌，極端組織定必採取最激進嘅行動，包括用汽車炸彈將鋪頭炸成平地，並將所有員工視為合法攻擊目標。面對如此赤裸裸嘅死亡威脅，加上也門極低嘅人均收入，根本無任何特許經營商願意冒生命危險同賠本嘅風險去開鋪。因此，也門至今依然係全球連鎖品牌嘅絕跡之地。對也門嘅普通百姓來講，每天如何在戰火中生存落去，已經用盡全力。巨無霸漢堡對佢哋而言，完全是另一個星球嘅科幻產物。第7個禁區，黑山。相比起也門嘅戰火，位於歐洲巴爾幹半島嘅小國黑山，佢哋無麥當勞的故事就顯得文明，而且帶有一點商業博弈嘅色彩。黑山喺2006年正式獨立，擁有極其美麗嘅亞德里亞海海岸線，近年成為歐洲非常熱門嘅旅遊度假勝地。既然係旅遊旺地，照理來講應該好符合麥當勞嘅胃口。其實回溯到2003年嘅時候，當時黑山仲未獨立，屬於塞爾維亞和黑山聯邦。麥當勞總部當時看中黑山首都波德哥利察嘅發展潛力，但又唔想冒太大風險投資大鋪，於是採取了一個試水溫嘅策略。佢哋引入了一輛精心設計嘅流動快餐車，停泊在首都最繁華嘅市中心廣場。呢輛流動餐車雖然細，但五臟俱全，提供麥當勞最經典嘅漢堡包、薯條同可樂。由於黑山當時剛剛經歷完90年代巴爾幹戰爭嘅陰霾，經濟開始復甦，後生仔見到呢個國際大品牌進駐，反應非常熱烈。流動餐車一開張就天天大排長龍，生意好到不得了。眼見試水溫非常成功，麥當勞準備正式向黑山政府申請地皮，興建大型嘅旗艦店，長遠發展黑山市場。但就在這個時候，事情發生了意想不到嘅轉折。黑山本地嘅餐飲業協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嘅危機。黑山雖然國家細，但佢哋嘅飲食文化深受意大利同地中海影響，主打慢食、海鮮、葡萄酒同傳統嘅巴爾幹烤肉。本地嘅餐廳老闆發現麥當勞一嚟，大批後生仔就唔去傳統小店消費了，於是餐飲業協會聯合起來，向波德哥利察市政府施加巨大嘅政治壓力。與此同時，黑山政府內部嘅一些官員亦有自己嘅小算盤，佢哋認為黑山未來嘅定位係高端精緻嘅歐洲度假勝地。如果任由美式大眾快餐到處開分店，會拉低成個國家嘅旅遊檔次，破壞古色古香嘅歐洲街道景觀。在政府與本地商界嘅雙重夾擊之下，黑山政府做了一個非常絕嘅決定，佢哋以城市規劃調整同不符合衛生條例為由，拒絕批准麥當勞興建正式鋪位嘅申請，並且不再為那輛流動餐車續簽停泊許可證。到了2003年底，流動餐車被迫開走，麥當勞在黑山嘅短暫嘗試正式宣告結束。雖然多年來麥當勞一直試圖重新入標，但黑山政府一直用各種官僚程序打太極，將老麥拒之門外。黑山用這種軟實力，成功保護了本土嘅傳統風味，亦讓自己成為歐洲少數無金色拱門嘅淨土之一。第8個禁區，津巴布韋。講到非洲南部嘅津巴布韋，大家都聽過佢最出名嘅嘢，唔係大自然風景，而係佢哋面額大到嚇死人嘅鈔票。呢個國家無麥當勞嘅故事，活生生就係一堂經濟學嘅反面教材。在上世紀90年代，津巴布韋其實是非洲經濟環境相對不錯嘅國家，曾被譽為非洲嘅麵包籃。當時非洲大陸只有南非等極少數國家有麥當勞。麥當勞總部睇中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嘅發展潛力，
喺2000年的時候已經萬事俱備，連當地的特許經營代理商都好咗，正式簽埋約，準備大舉進軍。但偏偏就在這個時候，津巴布韋嘅政局發生了翻天覆地嘅變化。時任總統穆加貝推行了激進嘅土地改革政策，強行沒收白人農場主嘅土地，分給無經驗嘅本地人。呢個政策導致全國農業生產一夜之間全面癱瘓，經濟陷入螺旋式崩潰。隨之而來嘅是人類歷史上最瘋狂、最恐怖嘅惡性通貨膨脹 （hyperinflation）。津巴布韋克朗嘅價值好似坐過山車一樣，天天往下衝。到了2008年前後，全國嘅通脹率達到了一個天文數字，2億3千萬。當時喺津巴布韋行街，每個人去買條麵包都要用手推車推幾十億、幾百億面額嘅鈔票去俾錢。政府甚至發行過面額高達100萬億元嘅單張紙幣。面對這種瘋狂嘅貨幣崩潰，麥當勞嘅投資者徹底傻眼。試想象一下，如果麥當勞在當地開鋪，早上一個漢堡包賣10萬塊，到了中午可能就要賣50萬塊，到了夜晚可能要100萬塊先買到。更糟糕嘅是，因為當地貨幣根本毫無購買力，麥當勞賺到嘅本地錢完全無法兌換成美金匯回總部。由於經濟大崩潰，加上政局極度動盪，麥當勞總部在最後關頭及時踩迫掣，宣布無限期擱置津巴布韋嘅開鋪計劃，並撤回所有資金。到了2009年，津巴布韋政府無奈之下，唯有宣布廢除自己國家嘅貨幣，全面改用美金同南非、蘭特等外幣結算，經濟才算勉強穩住。後來雖然幾次傳出有沙特財團想重啟津巴布韋麥當勞嘅項目，但麥當勞總部對該國嘅政治誠信同基礎設施，例如經常性全國大停電，依然充滿懷疑。至今，金色拱門依然無法在哈拉雷嘅土地上建立，成為了那場經濟浩劫下的一個遺憾符號。第9個禁區，巴巴多斯。好多人以為美式快餐去到哪裏都會無往而不利，特別是像巴巴多斯這種位於加勒比海、深受美國遊客喜愛嘅島國，但現實偏偏給了麥當勞一個一記耳光。在1996年嘅時候，麥當勞風光進軍巴巴多斯，喺首都布里奇敦最熱鬧嘅地段開設了全島第一間分店。當時正值加勒比旅遊業大熱，老麥本以為可以大賺外國遊客同本地後生仔嘅錢，然而現實非常殘酷。呢間分店由開業第一天起，生意就冷清得令人尷尬。本地人行過門口看一眼就走，根本無意欲行入去幫襯。結果這間鋪苦苦撐了僅僅1年，到了1997年就因為長期嚴重虧損，無奈宣布結業，從此徹底退出巴巴多斯。點解會輸得咁慘？原因在於麥當勞低估了巴巴多斯本土餐飲巨頭嘅實力。在巴巴多斯有一間家喻戶曉、地位等同於神級嘅本土快餐連鎖店，叫做 Chefette。這間本土品牌早在1970幾年就已經成立，深深扎根於當地文化。Chefette 之所以能完勝麥當勞，核心在於佢哋嘅餐牌完全是為巴巴多斯人量身定製。巴巴多斯人極度鍾意食辣，並且對雞肉同魚肉情有獨鍾。Chefette 主打嘅招牌菜是極具加勒比風味嘅 Rôtis， 還有炸得極其香脆，用了本地香料醃製嘅辣炸雞。相反，麥當勞剛進去嘅時候，傲慢地照搬了美國那一套，主打牛肉漢堡，口味偏淡，醬汁一式一樣。巴巴多斯人一試，覺得老麥嘅牛肉餅淡茂茂，完全不符合加勒比海熱辣辣嘅胃口。加上 Chefette 在當地擁有極高嘅情感地位，佢哋積極參與本地社區建設，資助學校活動，甚至連鋪頭入面嘅兒童遊樂場都建得比麥當勞更大、更漂亮。在巴巴多斯人眼中，幫襯 Chefette 是支持自己人、支持本土經濟嘅表現，而幫襯麥當勞只不過是去吃一個不合胃口嘅外國垃圾食物。在這種強烈嘅本土文化認同面前，全球第一嘅快餐帝國只用了12個月就被徹底打敗，狼狽離場。第10個禁區，不丹，追求國民幸福總值的純正之國。最後一個禁區，
我們去到亞洲喜馬拉雅山脈腳下的神秘王國不丹，不丹無麥當勞，不是因為戰火，不是因為經濟崩潰，亦不是因為生意不好，而是因為這個國家有一種超越物質嘅精神追求。不丹長久以來以世外桃源著稱，它是全球第一個提出用國民幸福總值代替國內生產總值嘅國家。不丹政府在發展經濟嘅同時，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嘅傳承放在了絕對核心嘅位置。為了保護不丹純正嘅高山環境同佛教文化傳統，不丹政府對外來資本同西方流行文化一直保持着極其審慎，甚至可以說是嚴格嘅限制。例如，為了防止過度旅遊破壞生態，不丹對外國遊客徵收昂貴嘅可持續發展費。在這種治國理念下，麥當勞這種主打大量消耗、高度商品化、產生大量塑料與紙張垃圾嘅美式快餐企業，自然不可能獲得不丹政府嘅批准。不丹政府曾明確表示，引入外資快餐連鎖店會破壞不丹人健康的傳統飲食習慣，並對本土農業造成衝擊。不丹人日常嘅飲食非常簡單而且健康，佢哋以糙米為主食，最著名的國民菜式是 Ema Dashi。不丹人敬畏自然，崇尚素食與有機食品。如果允許麥當勞在停步開鋪，那巨大的黃色 M 字招牌會與不丹古樸、充滿佛教色彩嘅傳統建築顯得格格不入。更重要是，高熱量、高脂肪嘅炸薯條同雙層牛肉堡與不丹政府一直倡導嘅健康、環保生活方式背道而馳。因此，不丹從未向麥當勞發出過任何營業執照。時至今日，不丹依然保持着無麥當勞、無星巴克、無可口可樂巨幅廣告嘅純正面貌。對於去不丹旅遊嘅遊客來講，在那個沒有西方商業符號污染嘅山谷裏，呼吸着全世界最純正嘅空氣，吃一碗本地人精心烹製嘅辣椒芝士，那種心靈嘅平靜與滿足，確實是任何巨無霸都無法給予的。睇完這10個國家嘅故事，大家行出街，再見到街角嗰間老麥嘅時候，會唔會有一種不一樣嘅感覺？全球化將世界拉平，讓我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理所當然、唾手可得的。我們習慣了24小時隨時可以買到的麥樂雞，習慣了全球統一規格嘅巨無霸醬汁，但透過這10個麥記禁區，我們看見了地緣政治嘅殘酷變遷、金融海嘯對個體國家嘅無情摧毀、本土文化對跨國資本嘅頑強抵抗，以及人類對另一種生活方式嘅堅持與追求。這個世界之所以美麗，恰恰在於它不是每一個地方都被金色拱門所覆蓋。那些沒有麥當勞嘅角落，用各自獨特嘅方式向我們展示了歷史、文化與命運嘅多樣性。巨無霸並非必然，而這正是這個世界最有趣嘅地方。